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第 A39 段新項目禁香，2026年第一期露天可續期普通龕位認購手續。2026年第一期配售嘅新骨灰龕位係位於將軍澳墳場第 A39 段嘅露天禁香可續期普通龕位。今次可供認購嘅普通龕位共有8676個，亦係第 A39 段新項目內全部嘅普通龕位。龕位範圍內係唔可以燒香同埋化寶，如果有需要，可以前往第 A39 段嘅化寶區燒香同埋化寶。可續期龕位嘅首段年期為20年，其後可以多次續期，每次可以續期10年。此外，將軍澳墳場政府批地期滿日為2047年6月30日，先人可以安放直至將軍澳墳場嘅政府批地期滿，或者政府基於任何原因行使佢嘅權力收回土地，或者該龕位所處嘅建築物需要進行重建或者拆卸。換言之，如果冇上述嘅情況，或者持證人冇自行遷走先人，先人就可以繼續安放喺龕位內，直至龕位嘅年期屆滿。可續期龕位亦可以加放其他先人嘅骨灰，不過該龕位嘅年期係唔會因為辦理加放申請而延長或者改變。換言之，龕位嘅年期係由配售日開始計算。簡單介紹完可續期龕位嘅資料後，以下落嚟我哋會開始講解龕位嘅認購流程。第一步係認購通知。抽籤完成之後，每位申請人都會收到華永會以平郵發出嘅抽籤結果。獲編配為正選嘅申請人會同時收到認購通知以及相關文件。喺認購通知上面可以見到認購次序、獲編配嘅龕位編號、認購日期以及時間。申請人需要詳細閱讀認購新龕位注意事項，以及預備好認購所需嘅相關文件。申請人可以喺華永會網站查看有關龕位平面圖、高度圖及參考相片。華永會建議申請人於出席認購前，親自到墳場實地視察獲編配龕位以及附近嘅環境。認購手續。申請人如果接受獲編配嘅龕位，必須帶備認購所需文件，並且按照認購通知上列明嘅認購日期以及時間，親自嚟到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以及繳交費用。認購所需文件包括申請人嘅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先人嘅香港永久居住證明文件正本，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先人嘅火化證明文件正本，如果喺香港火化，嗰份文件即係領取骨灰許可證或者存灰證嘅正本。所提交嘅火化證明文件或者存灰證必須與申請時提交嘅副本文件係一致。仲有已簽妥嘅可續期骨灰龕位條款及須知，呢份文件係附夾喺認購通知入面嘅。再提多一次，上述嘅文件必須係正本。可續期普通龕位嘅認購費用為4000元，呢個費用已經包括首段20年嘅費用，以及第一位先人嘅安放費用。首段年期後，龕位需要續期，每次可續期10年。目前續期10年嘅費用為2000元，續期費用日後有機會調整。申請人屆時需要根據華人永遠墳場規則內訂明嘅費用支付續期費。龕位可以安放多於2位先人嘅骨灰，
家訪費用為每份骨灰300元。申請人可以選擇以下方式繳付費用，包括轉數快、當日可兌現嘅支票或本票。抬頭為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如果以現金繳付，申請人必須前往指定銀行存入現金至華永會戶口。存款或轉帳後，申請人必須於當日將銀行入數紙交回配售處。完成認購手續後，華永會會即日發出正式收據同埋安放許可證俾申請人。申請人隨即成為呢個龕位嘅持證人，可以全權負責呢個龕位日後嘅一切申請以及相關事宜，包括家訪、遷出骨灰同埋維修等等。延期認購，如果申請人未能如期出席認購，可以有一次申請延期認購嘅機會。申請人需填妥認購通知背頁嘅認購延期申請表，連同申請人身份證副本，於認購日期前傳真或電郵交回華永會配售處即可。請留意，延期申請必須等待華永會回覆先可以作實，而一經批核就唔可以更改。更改申請人，如果申請人未能親自出席辦理認購手續，可以授權親友代為辦理。不過需要留意，完成認購手續後，嗰位被授權人士將會成為該龕位嘅持證人，可以全權負責該龕位日後嘅一切申請及相關事宜。申請人喺授權之前必須考慮清楚。先人嘅家庭或家族成員應該喺決定邊個出任被授權人，即係日後嘅持證人之前，進行商討同埋協調，並且確認冇任何反對意見、陳述或者行動，以避免日後可能引致嘅不便或者爭拗。申請人決定授權認購之後，被授權人可以按照認購通知上列明嘅認購日期及時間，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被授權人需帶備申請人簽妥嘅認購通知背頁內嘅更改申請人表格正本，以及申請人身份證副本，以便職員核實。工程預約，持證人必須喺安放許可證有效期內，即係3個月內，安放先人骨灰。逾期未安放，華永會有權取消該許可證以及收回有關龕位。持證人必須聘用華永會認可承造商進行安放工程。認可承造商必須喺安放前最少48小時，透過華永會網站墳場工程及預約系統進行預約。放棄認購，申請人如果決定不接受獲編配嘅龕位，或者已經為先人作出其他嘅安排，請填妥認購通知背頁嘅取消表格，連同申請人身份證副本，以郵寄、傳真或電郵交回華永會配售處。有關龕位將會復歸華永會再作編配。不論任何原因，凡未有於約定嘅日期出席認購龕位，或者沒有完成認購嘅手續，一律視作取消論。如果出現突發情況，例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8號預警、8號或以上颱風警告或極端情況等等，或者因為交通或其他狀況令華永會配售處嘅服務受到影響，或者需要停止開放，原先獲安排到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嘅申請人將會被另作安排。屆時請申請人密切留意華永會網站嘅最新公告。崇孝樓目前已局部開放地下、1樓以及5樓，宿問處就設於崇孝樓5樓，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9點至下午4點半，農曆年初1至年初3除外。
市民可以乘搭的士或駕駛私家車，經油塘前往將軍澳墳場 A39段新項目。車輛可於崇孝樓5樓正門外面上落客，不過唔可以泊車，以免造成交通擠塞。的士站就設於崇孝樓稍前位置。市民亦可以由調景嶺經華永行人徑步行前往崇孝樓，入口位於地下層。崇孝樓附近只有少量泊車位，位於31段及華永行人徑對出，建議市民盡量避免駕駛私家車前往。A39段新項目符合無障礙設計，市民可以經升降機以及扶手電梯前往崇孝樓嘅每個樓層。崇孝樓及露天龕位亦有多個出入口，方便市民直達不同樓層或不同嘅舞台。另外，亦有多條暢通易達路徑，可以直接到達露天龕位嘅不同位置。輪椅使用者出行前，可以先去到華永會網站裡面嘅墳場資訊，再進入通達共融版面查閱詳情。如果需要協助，亦可以致電墳場辦事處。A39段新項目為禁香項目，龕位範圍內係唔可以燒香同埋化寶，掃墓人士只可以喺化寶區燒香化寶。為咗維持秩序，以及避免掃墓人士花極長時間輪候化寶，於清明及重陽節嘅掃墓高峰日期，掃墓人士必須將冥鏹擺放喺指定嘅收集點，由工作人員代為化寶。洗手間設於崇孝樓地下2及5樓，崇孝樓1樓至6樓亦設有取水柱。現場亦設有奠酒盤、插花及抹碑工具，歡迎借用。有關華永會新龕位詳細資訊，請瀏覽華永會網站嘅新龕位資訊發佈站。如果有其他查詢，你可以喺辦公時間內透過呢幾種方法聯絡華永會配售處職員。